有一個農夫喺田裏撒種，當佢散播種子嘅時候，唔同嘅種子落喺唔同種類嘅地上，有啲種子落喺堅硬嘅通道上，喺佢能夠生根之前，麻雀飛嚟將佢擔走；有啲種子落喺土淺石頭地上，好快就生長起來，但係因為冇好深嘅根，佢喺太陽嘅高溫下就枯萎啦。又有啲種子跌落喺荊棘裏面，荊棘生得好快，令佢冇地方可以生長。不過有啲種子落喺好嘅土壤上面，佢哋生長並帶嚟咗豐收，得到嘅收穫係播種嘅30倍、60倍，甚至100倍。種子比喻上帝嘅話語，有啲人聽到上帝嘅話語，但冇真正接受過，喺佢生根之前，那惡者就將佢搶走咗。又有啲人聽到上帝嘅話語，就即刻好興奮，但係冇深厚嘅根基，佢哋嘅信仰就唔能夠持久。但當困難嘅時候嚟到，起初嘅熱誠就消失，佢哋就放棄信仰。又有啲人聽明白呢個信息，但生活嘅煩惱同埋財富嘅誘惑擠滿佢哋嘅心，神嘅道就唔能夠生長。最後，美好嘅土壤就代表嗰啲聽從上帝話語嘅人，佢哋活出豐盛嘅生命，遠遠超過任何人嘅想象。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。